上高期间谈谈三七，那回看一下嘛，心情开朗。最近交头啊，我们连续为观众朋友播出与后女新直播活动的冠军6月号特首最美食家何我峰来了，李梅子的国庆特别节目苏州三七天天乐。这个前2天的交流子四样子，那么有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反映着。很多呢讲毛头了，3毛以来讲到多少点？不今朝你我好样，叫人一种苏州特有的饼，那一道来看看看。那前2天呢，荷兰是大鱼一袋一袋点心，已经吃至4袋在，有甜的，有咸的，还有生煎，还有汤拌，那么今朝啥么子讲？今朝是吃虾，吃大虾？不是个，虾是一个虾是个，叫虾壳王。哦，虾壳王。我不能看啊。哦，那个，3个像虾壳这个。黄的。蟹壳黄又名千层饼，是苏州的传统特色小吃。虽然名气很响，但是现在真正在卖售蟹壳黄的店铺却不多，这又是为什么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做蟹壳黄要起一层一层的酥，制作工艺非常复杂，很多店家都不愿意揽这个麻烦活。因为你不起个熟呢，对这张饼呢，就不一人一人的，那没人来不熟，不熟不就反成为好苦啊。和许多的传统面食相同，蟹壳黄的第一道工序也是和面，但是这面可不是简单一和就行，中间还要放入不少配料。首先放入少许猪油，让蟹壳黄的皮子更加鲜香，接着要放进一些水和食用碱，让蟹壳黄在烤的时候能够发起来。做完皮子，第2道工序叫做起酥。我们吃蟹壳黄的时候都习惯说它很酥很香，在这里我们就有了一个疑问，这酥到底是什么东西呢？酥为鱼酥呢，就是拿鱼打面粉揉了一袋，一点点水也不用的，所以叫起酥。过去辰光呢，反正才用人工擦的，现在呢，就配比下子面粉打这个鱼呢，可以把它煎过去的煎，可以泡，所以上特不伤人力。实际上呢，个质量更高哈。啥个比例呢？就是1斤面粉大概6两担7两荤鱼包下去，手鱼当然也可以，但是荤鱼肥，手鱼呢有个鱼腥气的。喜欢手鱼呢，是叫起神，就是拿面头拿个鱼酥摆了当中，那么拿擀面上擀啊，一人比2人，2人比4人，4人比8人，8人比16人，实际上一人一人呢，就是做个4、5次呢，最成功，相当熟的搿一张面皮，还是一只好渴望的一张皮子。看明白了起层的要领，陆艳华决定亲自来试一试。虽然讲本事不喊么，腔调也像鱼生鲜也不喊啊。那先生先让我来试试看啊。是哪忙外头是吧？忙一场。对。哦，一场呢，就是讲又是一趟菜。那么等下再翻起来再来一趟呢，才可以做菜是吧？那么我也是完成这一袋工序啊。起完层之后，蟹壳黄最复杂也是最累人的工序也就完成了。接下去就是往这皮子里包馅料。该只是海的、滋鱼的，那么对你还再葱，叫葱滋鱼的，那么是海的一般是大家才欢喜吃的。那么该只是玫瑰的，玫瑰的呢，过去的话好渴望是没的，很少的。那么现在还是创新，还是符合现在一些顾客的需要。对个，还是只品种。那么过去辰光甜的呢，黑芝麻的不的，谁包点白糖？那为啥包黑芝麻呢？包黑芝麻的香。看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蟹壳黄的馅料也是不断推陈出新。但是不管怎样，蟹壳黄的制作方法却始终保持着最传统的工艺。胡老师，那我看你先把猪油是，再把葱，那么烧起不生一点，拿个葱是拌了猪油里向面一大拌进去。不吃的，你拌进去个葱要烂脱。这个葱呢，拌盐做盐切是香新鲜。那么现在
至于包上去，葱包上去，搿至于以前侬葱得了，一进去我去对你一勾，而且搿个葱散了，至于米了。葱至于就是气里上还香。哦，不是拌了一道。拌了一道，这个里关至于关至于一人，葱关葱一人。对，所以说，苏州人的点心才是还开究。后来是我晓得在，一场干孩子呢，麻来就再芝麻汁。再芝麻之前，上台为太人么子。哦。你看，太人是黄辣辣的，是蛋粉。哦。擦上蛋粉，蘸上芝麻，这蟹壳黄终于是做好。现在我们把它们放进电烤炉里烤制。谢罗，那好看吃卤子啊！哦，一张在海那个阿漂亮。哦，漂亮，一只只在拍起来。啊，是个。整个像11个里个大肠哈，4分我你个手最手通先吃了，还不是一人不比的，对原来好看是贴路的。哎，侪是我看过你弄堂开的随脑子里向。一个长子，哎，还是拍他只底，下头是生煤炉的，对个，是生煤的。那么现在呢，是不用煤的，就是用电炉。电炉那个一个是均匀，烘出来的么子哈，另外一个呢不污染。哦，本来是个煤嘛，总会得烟火哎，气的。不是烟火气，那煤有里像有雷的，对个，有雷的，这种特别干净的，难免有一点点味道。10多分钟之后，烘好的蟹壳黄正式出炉了。但蟹壳黄看起来漂亮，闻起来喷香，吃的时候却还要格外当心。妹，做啥？搿里向有股气的，请你吃起来呢，先拿里压一压，哦，压那个气出来的。哦，一个拍起来个里向一口气，一口气。叫师傅当时硬下来上去，搿是拍一趟去。所以搿只饼呢，又是酥，又是香，又是菜，还个是肥，还是第个呢？那不懂。那，所以说，不管男人三人，来得80岁，先得水里菜，哪怕摆了水里，比3回去吃个。后来是啊，其实哈壳黄呢，配白茶呢，但整个是相对一张。对。哈壳黄相对来讲，因为你比较酥了，那么相对来讲比较干的。对的。那么假使纯正上干吃呢，不吃茶呢，过去搿只头筋是阿里的。名声在线，记者。过去辰光呢，反正侪用人工擦的，现在呢，就配比哈子面粉搭这个鱼呢，可以把它煎盘机里煎，可以泡，所以省脱不少人力。实际上呢，搿质量更加好。啥个比例呢？就是1斤面粉大概6两到7两荤鱼包下去。手鱼当然也可以，但是荤鱼肥，手鱼呢有个鱼腥气的。喜欢手鱼呢，直接起神，就是拿面头拿个鱼酥摆了当中，那么拿擀面上擀啊，一人比2人，2人比4人，4人比8人，8人比16人。实际上一人呢，就是做个4门次呢，才成功。相当酥的搿一只面皮，还是一只好渴望的一只皮子。看明白了起层的要领，陆艳华决定亲自来试一试。虽然讲本事不喊么，腔调也像，是语声声也不喊啊。那先生先我来，让我来试试看。啊，是哪忙外头一个？忙一场。哦。一趟呢，就是讲又是一趟菜，那么等下再翻起来再来一趟呢。黄的蟹壳黄又名千层饼，是苏州的传统特色小吃。虽然名气很响，但是现在真正在卖售蟹壳黄的店铺却不多，这又是为什么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做蟹壳黄要起一层一层的酥，制作工艺非常复杂，很多店家都不愿意揽这个麻烦活。因为你不起个熟呢，对那个搿只饼呢，就不一人一人的，那么一人来不熟不就反成为好苦啊。和许多的传统面食相同，蟹壳黄的第一道工序也是和面，但是这面可不是简单一和就行，中间还要放入不少配料。首先放入少许猪油，让蟹壳黄的皮子更加鲜香。接着要放进一些水和食用碱，让蟹壳黄在烤的时候能够发起来。做完皮子，第二道工序叫做起酥。我们吃蟹壳黄的时候都习惯说它很酥很香，在这里我们就有了一个疑问，这酥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收尾鱼手呢，就是拿鱼搭面粉揉了一团，一点点水也不用的，所以叫起手。上高期间谈谈三七，那回看一下嘛，心情开朗。最近街头啊，我们联合会观众网有播出与妇女心智部活动的冠军陆以华和苏州美食家何我峰来了，联袂主持的国庆特别节目《苏州三七天天乐》。这个前2天的介绍子四样子，那么有观众网有打电话进来反映着。成都呢，讲毛头了3毛以来讲到多少点？不，今朝你花样，教人一种苏州特有的饼，那一台来看看看。那前2天呢，后来是大鱼一台一台点心，已经吃至4台菜，有甜的，有咸的，还有生煎，还有汤拌，那么今朝啥么子讲？今朝是吃虾，吃大闸蟹。不是个虾是一个虾字的，叫虾壳王。哦，虾壳王。哎，我本来看啊。哦，那个，3个我像虾壳这个。哎，我开始做菜是吧？哦，那么我也是完成这一台工序啊。起完层之后，蟹壳黄最复杂也是最累人的工序也就完成了。接下去就是往这皮子里包馅料。这张是咸的，至于的，那么对你还再葱，叫葱至于的，那么是咸的，一般是大家才欢喜吃的。那么这张是玫瑰的，玫瑰的呢，过去的话虾壳黄是没的，很少的。那么现在还是创新，还是符合现在一些各款的西啊。对个，还分只品种。哎，那么过去辰光甜的呢，黑芝麻啊没个，谁包点白糖？那为啥包黑芝麻呢？包黑芝麻的香。看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蟹壳黄的馅料也是不断推陈出新。但是不管怎样，蟹壳黄的制作方法却始终保持着最传统的工艺。胡老师，那我看你先把猪油是吧，再把葱，那么烧起不上里头那个葱是吧，拌了猪油里向面一台拌进去。放吃的，你拌进去个葱要烂脱。这个葱呢，拌盐做盐切是香新鲜。那么现在猪油包上去，葱包上去，搿猪油里吃拿葱得了，一进吃下去对面一勾，而且搿个葱散了猪油面了。葱猪油侪是气里上香。哦，不是拌了一台。拌了一台，不。这个你关猪油关猪油一台，葱关葱一台。对，所以说苏州人的点心才是俺看究。后来我晓得在，那干孩子呢，麻来头再芝麻在。在芝麻之前，上台还太人么子。哦。你看。太人是黄辣辣的，是蛋粉。擦上蛋粉，蘸上芝麻，这蟹壳黄终于是做好。现在我们把它们放进电烤炉里烤制。谢罗那好看吃炉子啊。那个啊漂亮。漂亮，一只只的拍起来。是个。真的像11个一个大闸蟹，我你个苏州传统小吃了，还不是一人不比的，原来好看是铁路的。3个我像好烤这个。黄的。蟹壳黄又名千层饼，是苏州的传统特色小吃。虽然名气很响，但是现在真正在卖售蟹壳黄的店铺却不多，这又是为什么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做蟹壳黄要起一层一层的酥，制作工艺非常复杂，很多店家都不愿意揽这个麻烦活。因为你不起个熟呢，对那个张饼呢，就不一人一人的，那没人来不熟不就反成为好苦啊。和许多的传统面食相同，蟹壳黄的第一道工序也是和面，但是这面可不是简单一和就行，中间还要放入不少配料。首先放入少许猪油，让蟹壳黄的皮子更加鲜香。接着要放进一些水和食用碱，让蟹壳黄在烤的时候能够发起来。做完皮子，第2道工序叫做起酥。我们吃蟹壳黄的时候都习惯说它很酥很香。在这里我们就有了一个疑问，这酥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所谓鱼酥呢，其实
上高期间谈谈三七，那回看一下嘛，心情开朗。最近交头啊，我们联合会观众网有播出与妇女新直播活动的冠军6月号特首最美食家何我峰来了，李梅子的国庆特别节目苏州三七天天乐。这个前2天呢，叫儿子饲养着，那么有观众网有打电话进来反映着。成都呢，讲毛头了3毛以来讲到多少点？不，今朝你我好样，叫人一种苏州特有的饼，那一台来看看看。那前2天呢，荷兰式大鱼一台点心已经吃至4台载，有甜的，有咸的，还有生煎，还有汤拌，那么今朝啥么子讲？今朝是吃虾，吃大虾。不是个虾是有个虾是个，叫虾壳王。哦，虾壳王。我不能看啊。那外头是吧？买一场。哦，一场呢，就是讲又是一趟菜。那么等下再翻起来，再来一趟呢，才可以做菜，是吧？哦。那么我也算完成这一台工序啊。起完层之后，蟹壳黄最复杂也是最累人的工序也就完成了。接下去就是往这皮子里包馅料。该只是海的、至于的，那么对你还再葱，叫葱至于的，那么是海的一般是大家才欢喜吃的。那么该只是玫瑰的，玫瑰的呢，过去的话蟹壳黄是没的，很少的。那么现在还是创新，还是符合现在。一些顾客的需要，对个，还是只品种，那么过去辰光点个呢，黑芝麻个500个，谁包点白糖？那为啥包黑芝麻呢？包黑芝麻的香。看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蟹壳黄的馅料也是不断推陈出新。但是不管怎样，蟹壳黄的制作方法却始终保持着最传统的工艺。胡老师，那我可以先包猪油是吧？再包葱，那么烧起发生一点，那个葱是拌了猪油里向面一台拌进去。不吃的，不吃的，你拌进去个葱要烂脱。这个葱呢，被盐做盐切，是香新鲜。那么现在猪油包上去，葱包上去，搿猪油里吃拿葱得了，一进去我就对你一勾，而且搿个葱散了猪油面了。葱猪油，但是气里是还香。哦，不是拌了一台。拌了一台，这个里关猪油关猪油一台，葱关葱一台。对，所以说苏州人的点心才是还开究。后来是我晓得在，一场干孩子呢，麻了头再芝麻汁。在芝麻之前，上台还太人么子。哦。你看。太人是黄辣辣的，是蛋粉。擦上蛋粉，蘸上芝麻，这蟹壳黄终于是做好。现在我们把它们放进电烤炉里烤制。谢了。拿鱼打面粉，捏了一台，一点点水也不用的，所以叫起手。过去辰光来法呢，侪用人工擦的，现在呢。就配比下子面粉搭这个鱼呢，可以把它煎盘机里煎，可以泡，所以省特不省人力。实际呢，搿质量更加好。啥个比例呢？就是1斤面粉大概6两到7两荤鱼包下去。手鱼当然也可以，但是荤鱼肥，手鱼呢有个鱼腥气的。喜欢手鱼呢，是叫起神，就是拿面头拿个鱼手摆了当中，那么拿擀面上擀。一人比2人，2人比4人，4人比8人，8人比16人。实际上一人一人呢，就是做个4、5次呢，才成功。相当熟的搿一只面皮，还是一只蟹壳黄的一只皮子。看明白了起层的要领，陆艳华决定亲自来试一试。虽然讲本事不喊么，腔调也像，是语声性也不喊啊。那先生先我来，让我来试试看啊，是哪妈？